教你一個好犀利嘅方法，正到痹啊！你去揾一個圓形嘅托盤，再揾6個10蚊嘅銀仔，將呢6個銀仔反面向上圍成一個圓圈，跟住咧再揾12個5蚊嘅銀仔，將呢個5蚊嘅銀仔嘅正面圍喺10蚊銀仔嘅外邊，都圍成一個圓圈。跟住咧喺呢個盤嘅中間位置點上一啲朱砂。平時咧就將呢個托盤放喺屋企入邊，每個月農曆15嘅子時就將呢個盤咧拎去露台曬一個時辰嘅月光，連續到3個月，你想要嘅結果就會出現噶啦。唔信你就試下啦，福身無量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業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。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業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業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